零度，係一女，OK OK，喂，可以俾零度都得啊，手波先，出嚟中間，中間。換人，執，等陣。好波啊，Suki搶得靚。好波啊！頂住，好波。如果阿月有呢啲就好啦。係啊，阿月有呢啲就好啦。點解呢啲冇呢啲？屌你，咁你射3分啊？我做呢啲啦。3分開。加油，防守。第二張，好晒。3分，上啲冇人啊！8秒過半場啊！追佢，接，喂，後面要幫手啊！13分。喂，繼續啦！加油啊，Suki！佢阿球有啲黑咗。咩啊？阿傑都係咁樣努力先，佢好撚勁喎！阿傑點解？攞實！返去啦 ，Suki， 跑返去啦，唔好停。開位！換人。喂，你試翻啊！我做到你啊！第一個唔 positive 翻嚟講呢句先。咁係啊！我覺得好老實講，我哋個標準係唔理你。如果阿傑冇咗其他2分，唔係你落場嗰個太啦，係2分嚟嘅，準備換人。太高啦！死球！追翻過嚟！哎
打越比較好戲都得睇唔到，白色波，白色波。而家之後嘅打越收到波緊要，音樂繼續。白色波。喂，照做啦！分組就3分半鐘。爭起。你咪企喺度唔該啊！改名我識咗 JB 啦，JB。單人機票咩啊？你話會賣，因為我真係做我覺得有啊，都有得衝擊。因為佢真係衝擊。深色波。白色手波。我覺得但係我諗我哋祈求香港少啲火災先。2分鐘。係就我都會叫佢嚟嘅之後，但係少啲分數。即係如果佢咁樣連我都打人嘅。3分，11號3分。喂，改佢啊要！換人。蘇傑，換蘇傑係咪啊？1分10秒。有啲準喎。改兵嘅而家就改兵。第2針，高山。30秒。即係我覺得你可以練下啲高打呢個陣。我覺得你喺嗰啲油漆位咧。好快啊！個頭啊！